国际上要紧，新历的2月初10是印尼的大选，合法造势上尾一天，3个候选人把握时间拜票。在雅加达的街头巷尾，人是拢踢倒街。在印尼有符合资格会当投票的选民有2亿多人，其中17岁至43岁占55%。这候选人是拢真拼死，伫咧无同的社群平台咧宣传，要来争取少年选民的支持。不过有学者就烦恼讲，这平台假信息是赢赢飞，有可能会对大选造成冲击。造势现场拢是人，支持者睇到袂堪地险险昏倒，工作人员赶紧将有上台扫新鲜的空气。印尼总统大选14投票日前3天是冷静期，禁止所有的竞选活动。70是合法竞选的最后一天，估算有将近10万人到首都雅加达的主体育场参加民调领先候选人普拉博霍的造势集会。伊的对手阿尼斯的造势活动是伫雅加达另外一个体育场举行。可算有超过8万的支持者。另外一个候选人甘查尔是选择离开首都，等甲民主奋斗党传统的票仓中抓花来举行竞选活动。印尼是世界上第4大人口大国，差不多2.05亿个人有资格投票，其中55%的选民是伫17岁到43岁，前期世代甲Z世代。候选人拼命要争取这少年人支持，因为韩国流行音乐在印尼真受欢迎。民调领先的普拉博霍出奇招，选民若在广告看板头前翕相上传到 IG 或者是 X 平台，就免费得到韩国上强女团 BLACKPINK 的演唱会门票。Mungkin banyak pemuda atau penerus bangsa Indonesia ini yang awalnya tuh tidak peduli dengan politik gitu. Tapi dengan adanya capres atau cawapres yang kecimpung ke dalam bidang itu, mungkin beberapa K-popers ya itu jadi kayak wah kayak saya ikut excited gitu, jadi tertarik terhadap politik gitu. 印尼3组候选人在社群平台一直在广告，有学者烦恼，社群媒体充满假信息甲谣言，对大选可能造成冲击，而且威胁印尼民主。根据并且某公司Meta数据。普拉博霍过去3个月，伫官方面册甲相关账户开14万4,000美金，合大票452万的广告费，这差不多是甘查尔2倍，阿尼斯的3倍。公司新闻新闻倍变现。